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3月31號星期二，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35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5175萬。由於上期嘅頭二獎都係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953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77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有黃君如 SBS MH 太平紳士，同埋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會員陳炎波律師，歡迎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六合彩復活節金多寶攪珠將會喺今晚稍後時間開始接受投注，估計頭獎基金8000萬港元。攪珠將會喺4月4號星期六進行，為咗預留更多嘅時間俾顧客購買金多寶獎券，嚟緊星期四嘅六合彩攪珠將會暫停。復活節金多寶嘅截止投注時間係4月4號星期六晚上9點15分。獎券喺各個場外投注處、電話投注同埋數碼平台發售。喺呢度預祝大家好運。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35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0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0。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2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32。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8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8。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9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9。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9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9。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8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18。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4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44。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有9號、18號、19號、20號、28號、32號，而特別號碼係44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去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就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有黃君如 SBS MH 太平紳士以及陳炎波律師，多謝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